即係阿祖苗姐姐咧，又俾我哋一個天大嘅笑話，即係見阿川普、特朗普嘅時候會面咧，仲好意思問人哋點解我哋作為咁好嘅盟友你去突襲伊朗嘅時候咧，點解唔話聲俾我哋知啊？仲喺度懶係 friend 咁樣去，好似講笑話咁。咁但係特朗普答佢咧，確實係特朗普又係一個我幾欣賞嘅人嚟嘅，因為佢講嘢咧係真係對任何人都唔俾面嘅，大美國主義啊嘛，明嘅。咁佢又點答阿祖苗姐姐咧？佢話：咁當年你哋偷襲珍珠港嘅時候，有冇話俾我哋美國知咧？咁真係成件事咧，即刻窒咗喺度啊！祖苗姐姐，咁佢又講得冇錯嘅。最好笑或者最值得睇嘅部分咧，反而係佢俾人奚落完之後，佢仲要笑面迎人，仲要設立一個730億美元嘅投資方案、投資專案投資喺美國嗰度。俾完經濟大禮包，你仲要祈求特朗普可唔可以俾翻啲稅務優惠啊？唔好加咁多關稅啊！我哋日本係盟友嚟嘅喎，即係你諗下幾慘。去年美國搞一搞關稅政策咩？日本就蒸發咗1050億嘅收入，咁你講緊係幾多？係成個日本嘅 GDP 嘅13.6%。咁你所以諗下，無論阿祖苗姐有幾不滿都好，個內心表面上都係要奉承美國佬。點解明明係美國打伊朗，但係日本就好似俾人暴擊咁樣咧？仲要出嚟解決問題咧？因為大家都知霍爾木茲海峽其實一日封鎖對日本嘅經濟都係一個嚴重嘅暴擊。日本自己生產嘅原油咧，其實佔佢嘅用量係1%左右嘅啫，92%佢都係要經過中東嘅海峽，然之後運輸入口去日本嘅。如果唔係，佢成個國家就會冧㗎啦。所以其實呢件事對於佢嚟講嘅打擊係最大。但係最好笑嘅地方就係你話日本同美國係盟友咩？當美國要去中東打仗嘅時候，調走晒佢嗰啲戰艦喎。本來係駐日美軍但係突然間開走晒，佢仲要俾保護費，仲要啲戰艦聲都唔聲咧，就開走晒去伊朗嗰邊。咁所以你諗下，日本呢啲擦鞋仔擦美國鞋，擦咗幾十年，擦咗成100年，咁最後換嚟嘅咪又係咁好笑嘅結果。